其他消息要来关心公园出流浪的手环，听讲有危险，都是带带囡仔来到新北市邦桥永丰公园耍。囡仔要出流浪之前，大人先出给囡仔看，结果一个出落来，倒手手指头啊熊转火出来，落尾发觉讲手环互人抗体片破开，好亲像是有少年家啊伫咧乌白变，警察即马调监视器，当咧抓人。 出流浪的手环顶面有2块金色地铁啊插伫遐，边啊阁有互人用刀啊刮开的痕迹。出流浪的顶下看到火热，民众的手一直lau火，赶紧用卫生纸甲包起来，画面真恐怖。手指有点小受伤了，整个小朋友觉得很可怕的东西。来到现场，水网相关的单位已经甲出流浪修理好啊，不过囡仔真爱耍的出流浪，哪会这么危险？ 这个应该是刀子，好像刀片之类割的吧？这好像有稍微刮起来了吧？七八下晡2点外，家长带囡仔去新北市邦桥的永丰公园耍，佮提醒囡仔讲，耍出流浪的时阵，手爱换2边的手环，受袂到家长做示范，为顶会出落来的时阵，倒手熊感觉足痛的，刷落火擦擦地，尾也佮添3针。附近的民众听到这个消息，怀疑是定出现伫附近的少年囡仔挑故意要甲人创治的。 有一些小孩子也会在这边聚集，做很多的一些比较可能突兀的事情呐。派出所这边的警察弟兄也常常有过来这边。囡仔伤热，唔若破坏公物，佮造成民众受伤。刷落警方会调看监视器，要查看到底是虾米人这么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